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30章下原的条例。摩西吩咐以色列逐个支族的族长讲：这个是上主的命令。人若对上主下愿，也是咒诅，着约束家己，毋通失信，着照伊所讲的去做。还住伫老爸的厝的少女，若对上主下愿，要约束家己，伊的老爸听到伊下的愿甲约束家己的话，若无表示反对，伊下的愿甲约束家己的话就成立。伊的老爸听到迄日若无允准，伊下的愿甲约束家己的话就无成立。上主会赦免伊，因为伊的老爸无允准。少女出嫁，若已经有下愿，也是一时冲动讲出约束家己的话，伊的丈夫听到的时，若无表示反对，伊下的愿甲约束家己的话就成立。伊的丈夫听到的时，若无同意，就废除伊下的愿，甲伊一时冲动所讲出约束家己的话，上主嘛会赦免伊。寡妇也是离婚的妇人人所下的愿，甲约束家己的话，拢成立。妇人人伫丈夫的厝下愿，也是咒诅要约束家己。丈夫听到，若恬恬无讲话，无反对，伊下的愿甲约束家己的话就成立。毋过，丈夫听到的时，若甲伊下的愿甲约束家己的话废除，伊讲出的话就无效，因为伊的丈夫反对，上主嘛会赦免伊。伊若下愿也是咒诅要克苦家己，伊的丈夫有权同意，也是废除。伊的丈夫听到了后，几日久无表示反对，伊下愿甲约束家己的话就成立，因为伊的丈夫伫听到的时恬恬无讲话。后来，伊的丈夫若甲伊下的愿废除，就着担当妇人人无照约束的罪。以上这个是上主吩咐摩西关系丈夫甲伊的某、老爸，甲住伫伊厝内的少女中间所定的规例。